这边之前是属于人工湿地的部分，那人工湿地的部分的时候，其实它的运用价值跟我们社区的连结运用价值几乎是零互动，步道也好，或是休闲也好，哈，它没有符合比较我们社区的需求，那所以变成说一下雨就会积水，那附近的居民就没有办法来这边使用。那经过跟市政府还有一些地方议员的争取，希望说能够另外再把这一块那么大的一个3.5公顷左右的湿地，可不可以再利用啊？然后让我们的地方可以有更好的活动空间。所以后来公务局他有来找我们里长，就是有规划一些设计蓝图，然后让我们做参考。包括这个招牌的设计，湾里招牌的设计，它有选颜色，那我们也是选这样子比较可以有活泼的颜色来代表。所以这个公园的启用会带动我们地方的一些居民更多的使用，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我们很期待。那现在已经开始可以启用我相信附近的居民它的使用频率会更高，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地方想要的。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我们今天特别来到这个湾里休闲公园的开幕。那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人工湿地了。那在10几年以前大概就慢慢失去了人工湿地的功能，之后反而就变成一个环境的一个脏乱点，蚊虫滋生。那对于居民或是一般附近的民众，坦白讲，他们都会有一些想法，因此呢，我们就花费了大概3000多万，除了把这个湿地改善，成为一个湾里休闲公园。那这样经过这样华丽转身，不管在特色游具上，或者说在生活环境的优化上，把一个环境脏乱点变成一个环境的亮点。那这个部分我们还会再加强努力。基本上在南区，我们已经好几个大型的休闲公园，譬如健康休闲公园，譬如这个港滨历史公园，譬如黄金海岸的这个公园，公65、公66，还有竹溪这边。事实上，我们在环境的优化上费了相当多的这个心力，但是也无非是希望提供给民众一个好的环境。那另外，在南区过去常常发生的淹水部分，我们也希望能够获得相当程度的改善，让民众路要平，不要淹水，那生活有公园，这样子的部分一步一步的努力，让优化市民朋友们的生活环境。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台南都会区北外环快速道路第4期的工程，伫个县市合并前，原本就规划沿着咸水溪北岸，对太平桥以高架的方式往西到第17线的观海桥。不过后来却变更由太平桥北岸搭建自备桥，驶到南岸。伫个永康六甲顶设置匝道，对此台南市反北越环南移自救会上午伫个发起人甲前市议员吴清友的带领，包了2台游览车到市府来进行抗议。伊进伫咸水溪的北边啦，伫迄个台江甲迄个东阳遐第3期伫遐啦。咱建议叫伊怎啊就北边的半边，怎啊安尼做去到迄个北安桥啦。安尼三边的即个居民拢袂受影响，嘿，伊匝道会使做伫北安桥遐爬山道，甲台江嘛足快，迄拢会做一啦。好做，佫会做一伊扰民啦，嘿伊过咸水溪爱开6亿啦，即个高架桥拄中华路甲咱做咧，等于拄高架桥，全路拢全塌咧啦。因为阮路30米尔，伊做起来29米，阮剩无1米半通去行驶，你甲看即摆交通看偌混乱偌济，全拢无路通去行驶啊啦，系啊，
啊，所以山边的居民嘛无法度经营，商家嘛无法度经营，啊，房地产嘛拢放去啊。当地居民甲自救会成员表示，伫个无经过甲居民沟通，要伫30米块中华路甲中华北路兴建高架，未来将严重影响到6家店的交通状况。对此，市府工务局回应，虽然该案早伫个民国96年定案，不过相关的都市计划变更，嘛是伫个105年底到106年，经过内政部核定来实施。并无临时变更路线的问题。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这卡冰箱就是当菜市主治会长等3人关键，要互市场休市以后卖相无好，或是进货伤济，也会当食物件拢先冰起来，搁再关乎弱势团体。而这嘛是台南市第一个响应爱心小食平台的公有市场。根据社局统计，3天内已经帮助15万人次。即款这物件拢会食一个，啊，你若要来单调嘛，足浪费。啊，主要咧会食一个时阵吼，咱就像互遮个发展协会啦，遮个社会团体提去使用，安尼嘛算讲一种的资源的卖浪费。啊，嘛会当中我是当下就回馈遮消费者啦。大概量大概偌济啊？哦，大概量哦，应该是拢阮有记录啦，因都介吼。菜啦、鱼、肉啥拢有。地满满吗？因为有哦，因拢一卡地啊，拢一卡地内底拢有哦。有当时啊，阮若拜拜吼，因为28位、38位，阮就是拢叫互因载。为了肯定当菜市摊商的协作甲热心公益，市长为特一透早特别来到市场表达感谢。会当用的、会当食，咱就爱捡拾，你就知影讲我做捡拾的吼。所以我们。用这样有捐赠冰箱，我们建立爱心惜食平台，把这些 NG 品还可以用的、很好用的、还没有过期的、很好吃的、很好用的，通通冰在这个冰箱里面。那我们让社福团体就可以来取用，这样子的话，一方面几款物件会当物尽其用；第二个，社福团体它减轻财务的压力；第三个，减少环保局很多。这个生垃圾生粪扫还是厨余的压力。当菜市都来响应爱心小食平台，嘛配合经济部将对传统市场半价优惠的促销推出满100送50，都来增加买气，民众反应嘛拢袂歹。啊，有优待啊，当菜市拢有咧办这哦。啊，优待偌济啊？50啊，啊，都袂歹啊。你只要若是买一样物件，只要换一卡地，即个阮内底当下是只要买好一样物件，换一卡地有内底有车物件就会使。你就等来阮遮抽，啊抽着了后吼，伊内底就有一个店。你看因拢有一礼拜拢有4间，啊4间你若抽着，看你是要买鱼，若抽着买鱼，你就去买鱼，遐就是有50块，就是你要买100块物件，啊抵消费50，买100送50就对了。社局表示，目前全市已经有16位小食平台，今年佮增加认得市场，何为黄昏市场加好买了市场，希望持续创造佮较侪爱心成果。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虽然台湾外交受中国打压，不过民间的友谊犹原持续来推广国民外交，其中台南市会的扮演重要角色。19号暗时所召开的年度例会当中，这些会员透过参会互相分享交流，场面相当温馨。当中国民外交的先摆等各行各业的精英贵宾拢应邀出席，包括德恩李刚、市长吴一铁、马龙到场，盛大热烈。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在我们月例会中能够邀请到陈老师能够告诉我们拉丁美洲的一个魔幻、梦幻的一个大陆。那其实大家都以前都觉得拉丁美洲就是美国的后院，势力范围。就像现在感觉这个波罗的海三小国乌克兰，这一定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不是这样的。目前因为疫情期间，那实质上的外交活动很难去进行，所以我们在国内里边，我们会尽量的媒合一些国际性的一些议题，或者是学者或者这些学界的人士来到外交协会来做一个演讲，借由如此来
增进大家的一个对国际性的一个认知。会中也特别邀请淡江大学国际长陈小雀博士来分享大家较生分的中南美洲，同时要送予会员淡博士所写的新册。拉丁美洲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它的历史、它的地理，还有它的食物都是非常吸引人的。所以我今天想借历史跟社会地理环境来引领大家认识一个不同的地方。政府外交有困境，就要靠民间的力量来推动。国民外交协会、台南市会多年来的成果嘛是有目共睹。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台南市教育局致力伫咧新住民教育的推动，包含伫咧东山国小甲大港国小设置新住民学习中心，提供新住民培育课程，协助新住民朋友融入适合生活经验，以及发展第二专长。感谢我们移民署还有我们教育局大家所做的这个努力，在照顾我们新住民，在让他们在家庭教育在家庭能够更和乐，然后能够在台湾开拓他人生走入人生的另外一个旅程。我想我们台南是一个友善的城市，所有各国的住民，那么其中也占有相当分量占了将近2% 的我们新住民朋友，那么有东南亚7个国家，如果再加上大陆籍的，我们加起来大概有35000多。新住民来到异乡，上大的困难就是语言的沟通，以及磨合文化上的习惯差别。纪录片《我的青春影像日记》拍摄分别来自越南的欧美燕加印尼的郭之瑜，呈现因伫台湾生活心路历程，以及透过新住民学习中心的帮助，慢慢融入台湾的生活。台湾润饼真好吃。啊，你老，迄个牛肉汤，迄个牛肉薄薄，淋一个烧汤，哇，好好食，大家来吃哦，感恩。透过这个影片，目的就是希望会当鼓励更多新住民鼓励自我，走出框架。就由伫新住民学习中心的学习，更会当结交来自无同国家的姊妹朋友，互相加油打气，做伙将他乡变故乡。台南新闻张硕维、杨顺怀采访报道。根据北区世界登录一篇50万起跳都公开已经破5成销售纪录的建案，这回甲台南指标性的5000间酒店合作，打破过去主体服务的概念，要透过饭店和住户有专属的服务平台，以生活顾问的立场来替住户规划宴会，或者是会议、调酒等各项课程，也是伫厝内都有5000间的享受。20号下晡，双方正式签约，场面盛大隆重。正的传媒建设、传媒表参道与台南精英酒店的携手合作，结合新日本建筑美学的精工建筑，也是圆满完成。我们请郭执行长与李总经理一同拿起我们的契约书，同时的纪念礼一刻。这3个个案呢，在台南北区市中心的，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长美表参道。这个总销大概是有50亿就对了。那另外呢，我们在安南区推出了一个20亿的个案，叫做长美六本木。六本木也是这个日本的地名啊。我们公司案子常常都用日本的地名。那这个案子因为也在台南，所以呢，我们也请这个台南精英酒店来做我们这个饭店生活的顾问。希望呢，这个销售呢也都能非常的顺利创造了一个名词叫生活品味提案师，然后透过科技结合，跟住户直接沟通可以就是说创造一个不一样的一个 lifestyle。那我们很荣幸呢，有被长美建设就是选中，可以来搭配这个案子。那么对我来说，这样是一个长长年手我自己看了之后，自己都很想来买一户，因为就觉得说，这是理想中的对，然后我理想中有一些未来的这个生活品味的提升。根
根据了解，饭店伫疫情等大环境的冲击，愈来愈多元发展。现在为高端消费者的个人所推出的生活顾问，已经是台南第二处，嘛，互精工建筑甲顶级的服务完美结合，互住户追求软硬体顶级享受。台南新闻管制何强邦采访报道。今年11月，将卖力58档的台南大饭店，将近一家族的生日，嘛拄好是台南建成48档。因除了将门面改观，有全新的气象，也将原本现地的中餐厅甲知名的儿童游乐园连锁品牌合作，推出占地120平游戏空间。除了室内有创意开发的游乐设施，也推出专台唯一有室外空间。有多元创意环境甲特色零，而且不止省，每一天也阁有6场活泼的教学，甚至用于品德教育，互小朋友生出好品德。熊熊帮我比2个耶，没有把你的头上来，不要这样，很可爱啊！帮我一起像小兔子一样跳跳跳跳，怎么比像鱼一样？它都自己打开了。好。各大饭店其实都有游乐园的这个功能，但我们引进骑士堡主要是看它有别于一般的游乐园，我们还有品德教育，让小孩在这里还可以有寓教于乐的功能。那这样子其实父母带着小孩的时候会更安心的把小孩放在里面，而不是只是让他只是来游玩，而是在游玩中还可以学习到品德的这一块。台南资深的饭店迎接大环境的挑战，甲业者陆续投资进场，需要创造优势来延续台南人心目中的饭店品牌，所以重新突破甲游乐园合作，同时伫环境当中处处加入台南的元素，要延续后一代来饭店的回忆。台南大饭店在台南市民的意义，其实就是欧式自助餐。我相信都是上一代的小朋友跟着父母来这里做用餐的体验，所以会对台南大饭店有回忆。那我们希望这一代的年轻人、小朋友，除了欧式自助餐之外，他们带着他们的更小的小孩来的时候，他们有这个骑士堡跟淘气咖啡，可以有更多的小孩的体验，也就是让这一代的幼儿的年轻人可以成为他们未来对于台南大饭店的回忆。饭店表示，只要大房的旅客到年底拢会当有体验券，迄个是7月份来饭店消费，加购399块，得当规工佚佗的好康，来抢占暑假观光旅游的商机。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咖啡厅的2位主理人因为对古董老物的喜爱而相聚，从原本在市集共同经营古董摊位，到落脚这栋老宅，最后更是摇身一变成为咖啡馆。一人在比利时淘宝，一人在高雄经营，到底是怎么样的机缘巧合呢？那本来是想说，让它布置成一个空间来呈现我们的老盘跟老件。那布置完之后，发现那个氛围太喜欢了。那就想说跟咖啡馆来做结合，使用我们本身的一个老杯盘来呈现甜点。而这里除了以有历史的餐具闻名外，店长小米也用独特敏锐的品味，创造符合这些老杯盘韵味的餐点。咖啡馆里头的甜点啊，就是我自己这边亲自制作的，所以在材料跟食材的选用，我相当的重视。那伯爵布丁我是严选就是法国百年品牌马黑兄弟，那它在布丁上的一个风味呈现，它是可以很温润的，温润，然后吃到嘴巴里面，你会感觉到那其中的一个深度，是一个很浓郁、那很绵密、好吃的布丁。不同于一般的咖啡厅，有鲜明的风格分别。我们一走进门就感受到一种独特、无法定义的氛围。台湾老屋的马赛克砖墙和快木门与欧洲的复古餐具融合，产生一种东西混搭的美学。而这也连接到这间老器物咖啡厅希望传达的理念。透过气味的分享，那我们希望这些以前的历史的故事，它能够可以被传递下来，那也希望说现代的人去使用它，
那能够细心的对待。那既然提到使用，老板也向我们说明有关这些器具的小知识。哦，原来这个碗在欧洲是有这样的作用。大家对碗的在台湾的就是想象，大概就是吃饭喝汤。那在当地呢，在欧洲，它的一个对于欧蕾碗的使用，它是以喝拿铁的方式这样。那在我们咖啡馆里头，就是你来喝拿铁的话，你可以享受到不一样的一个氛围。店长提到，在开店的这几年，明显能感受到台湾人对于收集古董餐具的态度变化。他们欣慰于这种转变，期待有更多人体会到老物蕴藏的美。记者邱玉婷、陈柏宏采访报道。一只一只的火腿悬挂在屋内，表皮呈现深咖啡色，有的还包着报纸。这家位在盐城的金华火腿行，经营将近70年的时间，轮到第3代经营，仍然是坚持用传统手法制作。第3代传承，这样的师傅也就传承这种技术下来，所以一定是比别人更用心。熟成的时间一定要坚持要越老越香，所以尽可能是2年的老腿，供应到大家的市面上。火腿就是要越陈越香。拆开报纸，放了2年的火腿，表皮颜色变成黄褐色，用力插入竹签，拔起来之后，自然熟成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香气十足。因为我们火腿是越陈越香，所以我们的火腿一定是按照古法，然后传承下来的，道地的金华火腿，然后时间够老所以做出来的，不管是火腿切片，还是秘制火腿，还是熬汤的火筒、火骨，味道都一定很有味道的沉香。不管是要熬汤头还是入菜，这间专卖火腿的老店都成了饕客的首选。过年前1个月，老板切火腿的手几乎都没有停过。除此之外，辣味礼盒也是送礼的不二选择。在地深耕多年的里长蔡崇明更是赞不绝口。我一囡仔我到20岁啊，就对这个做名，讲我听头家人讲已经做70年啦。好到好似过年时代过年时阵这烟钱啦还是这火腿，足侪人去吃，足侪人包应景，过年拢来应景安尼。传承到第3代，味道从来没有变过。老板黎焕荣说，每一间做出来的金华火腿味道都不一样，但在地多年，许多熟客都爱这一味，也希望可以继续将这个好味道留在更多人的口中。记者林嘉义高雄报道。一大早，志工准时报到集合，拿起扫把畚斗开始打扫里内的这座身心公园。无偿的付出，每个礼拜5都来帮社区打扫环境。虽然辛苦，但志工却扫得很开心。阮这拢志工的啦，迄个为着阮环境，阮大家拢无袂嫌，拢好足认真做的安尼啦。做到阮里长也欢喜，阮也欢喜啦。里长一直相当用心维护这座公园，眼前好几座蝴蝶椅也是透过里长的极力争取，向议长以及议员请托，将原本在卫武营灯区的蝴蝶椅回收再利用，搬来圣心公园造福里民。卫武营那个灯会里边，就在蝴蝶椅边上坐下来，这边休息完以后，那我就起个念头，不错，蛮好的，是不是灯会结束以后？可以把这个蝴蝶也到我们圣仙公园，美化我们社区，把圣仙公园变更活化、更美化，好不好？结果2个议员就说试试看，结果真的让我们期待到了，所以我们每个里民看到这个蝴蝶椅，非常非常的高兴。不管是粉红色还是鲜黄色的蝴蝶椅都相当鲜艳，里民们感谢里长的用心，同时也直呼公园变得好美，多了好几张漂亮的椅子可以坐着休息。有这个蝴蝶椅真正袂歹啦，阮里长真有迄个用心来争取，有议长甲议员来互阮这里民。有通好散步，有通好坐，真正袂歹啦。喷水池整点的时候溅起水花，让整个公园的景色更为吸引人。不仅为里民打造了运动休闲的好去处，也成为了高雄市吸睛又优美的景点。记者邱建勋、林嘉义高雄报道。
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